正常噶，我太健康啦，我成日俾啲人話 OK 雞胸番薯咁樣咯。三餐都係營養個角度啦，就冇一種食物係可以真係醫百病嘅。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噶啦，食糖會養癌細胞啦。目前都冇話研究話你戒晒所有糖係可以抑壓啊，或者殺死體內嗰個癌細胞，因為長期嗰個飲食模式，即係唔係話一餐就可以令到你個身體會有好大嘅變化咯。歡迎嚟到與癌同行。你有冇發現香港越嚟越多大腸癌嘅個案，而且年輕化越嚟越犀利呢？到底係基因嘅問題定我哋生活習慣出事呢？今日嘅第一集，我邀請咗註冊營養師 Natalie 同我哋分享，到底我哋喺癌症康復嘅途中或者係治療當中，點樣可以攝取足夠嘅營養呢？歡迎 Natalie。係，大家好，我係註冊營養師 Natalie。係 Natalie，我有留意你 IG，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營養學分析啊、分享咁樣啦。咁我見好多都係好貼地啦，或者好緊貼一啲飲食嘅潮流嘅喎。你有冇話係點樣去取材或者點樣去 inspire 嚟做呢啲嘅分享嘅呢？其實主要係因為我都 recognize 到香港即係比較多人係注重呢個健康啊，即係最 mainly 都係減重啊，即係佢哋因為我慢慢 post 越多 post， 即係都知道邊啲 post 係可能比較多啲人會想關注多啲啊，所以就慢慢逐漸去 post 翻多啲可能邊啲適合減重啊或者增肌嘅食物咁樣去都市人嘅配係方啦，非常好啊！但係今日咧，我哋都會可能 focus 落多少少喺一個癌症嘅治療同埋康復當中啦。因為我自己咧都係一個癌症康復者嚟嘅，我當年就患上咗淋巴癌啦。咁我見其實坊間其實到而家都有好多KOL 網紅嘅食療方法，例如係一啲可能食青檸啊、食大蒜，或者有個係彩虹飲食法，食唔同顏色嘅生果。咁你有冇話聽過呢啲可能係真係特別對癌症康復有幫助，或者喺營養學家嘅角度嚟講，呢樣嘢係有咩根據嘅呢？係咁，其實咧就喺營養個角度啦，就冇一種食物係可以真係醫百病嘅，即係 basically 癌症康復患者啦，同埋一般實行防癌飲食嘅人咧嘅需求嘅飲食都係一樣嘅。因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啊，同埋國際癌症研究嘅機構啦，其實佢哋都會建議康復期嘅患者啦，都主張呢個均衡多樣化嘅飲食啦，而唔係話可能即係齋食某一種食物就可以對個癌症康復有幫助啦。咁主要佢哋具體去飲食嗰個防癌指標啦，主要都係有幾樣嘅。第一啦，就係要去控制呢個紅肉啊，同埋加工肉嘅攝取啦。因為呢啲其實都係會可以引致你身體嗰個發炎嘅反應啊，即係多啲會去用呢個白肉啊，或者豆類同植物蛋白性嘅食物啊，去取代呢個紅肉嘅攝取啦。咁就可以多啲纖維啊同蛋白質，同時都可以維持呢個腸道嘅微生態啦。加上都會鼓勵下可以有呢個彩虹飲食法啊，即係可能每日攝取5種唔同嘅顏色嘅食材，咁就可以幫助獲取多啲多元化嘅植物生化素，咁就可以強化你身體嘅免疫力咯。加上全穀類嘅食物都係好緊要嘅，同埋最緊要都係要減少呢個酒類嘅攝取啦。咁就大概都係呢幾樣嘢係會鼓勵係全面性嘅均衡飲食啦，再配合翻減少去飲酒啦，再配合翻規律嘅運動，咁樣先可以最理想去幫個身體去復原。咁咧我都成日聽咧，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噶啦，食糖會養癌細胞啦。咁可能有啲人會話我哋有病嘅時候，或者我醫緊嘅時候，其實完全唔好食糖啦，餓死啲癌細胞啦。咁even 可能有啲人話我營養奶都有糖分喎，會唔會原來飲營養奶係唔好嘅？咁營養嘅角度嚟講，其實到底點樣去睇呢一樣嘢咧？食糖係咪真係咁差嘅咧？其實應該話目前都冇話研究話你戒晒所有糖係可以抑壓啊，或者殺死體內嗰個癌細胞，因為其實始終身體入邊所有嘅細胞，即係包括你嗰啲癌細胞啊，同埋正常嗰啲免疫細胞，其實都需要呢個葡萄糖作為呢個能量嘅。咁所以其實癌細胞佢係會以一種較低效嘅方式去利用呢個葡萄糖啦，但係佢都唔代表話食糖會令到嗰個細胞生長得快嘅，因為
頭先即係癌細胞其實佢都會消耗糖分啦，但係佢同時間都會消耗其他嘢，即係例如蛋白質啊同脂肪嗰啲。所以如果你係即係如果係諗住話餓死癌細胞，所以就戒糖嘅話呢，其實反而會令到啲癌細胞轉移去消耗你啲蛋白質啊，咁就會反而令你個營養就缺失，就肌肉流失啊，咁就對於癌症康復者嘅人嚟講就唔係最理想咯，反而要優先去攝取啲全穀類啊，或者蔬菜同天然即係水果入邊嘅天然糖分咯。因為始終癌症康復者佢哋都一定要攝取足夠嘅營養素同熱量，先可以幫到佢哋嘅，即係有幫到佢哋嘅免疫系統。我記得我化療嘅時候咧，我醫生都同我講。即係話，如果你乜都戒晒咧，其實你都冇能量去支撐成個身體。方面對康復嚟講都係啦，要有足夠嘅體能、體力咁樣去支持成個身體運作。作為都市人啦，都有好多唔同飲食習慣嘅。咁有啲飲食習慣，可能啲人就會話，其實對癌症康復或者對治療癌症都有一個好好嘅幫助嘅。例如係一啲生酮飲食啦、168斷食啦。咁其實喺營養師嘅角度嚟講啦，呢個到底係一個患者承受嘅風險，定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去做一個康復？我咧就唔建議癌症康復者嘅人喺冇專業人士監控下就去盲目去跟風啦，因為始終好多研究都未證實到呢啲即係可能168斷食啊同生酮對於癌症病患者嘅益處其實都未證實到嘅，所以相反癌症康復者佢哋其實喺做完唔同嘅化療啊手術之後，佢哋嘅肝臟同腸胃功能都係比較虛弱，所以呢啲極端嘅高脂飲食，即係譬如生酮嗰種啊，會可能嚴重加重咗嗰個消化系統嗰個負擔啦，對於嗰個肝腸功能較弱者嘅風險都會比較高，好容易會導致消化不良嘅。加上168斷食啦，即係因為都限制咗係每日只可以8小時內去進食啦。癌症康復者嘅人夾硬要喺8小時即係短時間內食嘢嘅話，即係好容易會令到佢哋短時間內都無法即係做到。佢哋代謝所需要即係搣到佢哋代謝所需要嘅卡路里啦，咁就好容易令到佢哋跌磅啦，同埋會食唔夠蛋白質嗰類，咁就好容易導致營養不良咯。咁所以都唔會建議癌症康復者去盲目去試，因為佢哋最緊要都係要有足夠嘅營養去幫佢哋去康復。所以患者康復者真係唔好搞咁多嘢啦，足夠營養均衡飲食係最重要噶。咁對於康復之後啦，開始我嗰陣時啦約 friend 出街食嘢啦，但可能喺香港食肆好多都係即係重口味啊，油鹽糖好勁啊，打邊爐燒肉嗰啲全部都好對坊間嚟講就係一個唔健康嘅食物啦。但係咧我喺你 IG 度都見到其實都分享過點樣可以健康地燒肉、健康地食火鍋啦。咁你有冇啲可能意見或者 tips 俾一啲康復者出去飲食嘅時候點樣可以食得精明啲、健康啲呢？咁其實咧呢個即係啲建議都唔係淨係限制於癌症康復者啦，都可能都市人整體關注健康嘅人都會有幫助嘅。即係譬如當你食啲好重口味嘅嘢，即係譬如酸菜魚啊，即係可能佢嘅優點係魚肉都當然都提供咗優質嘅蛋白質嘅，但係其實好多出邊食嘢嗰啲湯底啊都係好高鈉，有啲仲會好高油分嘅，即係呢啲都會令到你個身體去發炎啦。咁就慢性發炎都會長遠嚟講會令到你身體好多唔同癌症，引致唔同嘅癌症啦。所以其實喺呢方面我都會建議係齋食餸，唔好飲湯咯，因為湯都係令到發炎。係啦，例如你話頭先都有 mention 過燒肉啊，咁燒肉嗰方面其實喺呢啲情況下我都會建議，如果有窿嘅，即係表面如果肉類入邊表面有啲窿啊或者碳化嘅部分咧，都會建議去切除咗佢嘅，即係都唔好食啦，因為嗰啲都係會食窿嘢會生 cancer，大家都講。係啊，即係咯，你都聽得多啦，所以嗰啲都真係要去 aware 多啲啦，同埋水啦都係好緊要啦，尤其是食得重口味，你嘅身體都會比較多鈉啦，堆積咗好多鈉，所以飲水咧都可以幫助呢個腎臟嗰個代謝去
多餘嘅鈉質嘅，所以飲翻啲水都係飲翻多啲水都係好緊要啦，同埋飲品都係盡量選翻啲無糖啊嘅飲品會比較好，加上我覺得間唔中食一餐，其實都即係食一餐可能過分少少嘅嘢都會係冇乜問題嘅，因為係啊，因為主要都係睇你個長期嗰個飲食模式，即係唔係話一餐就可以令到你個身體會有好大嘅變化咯。明白。講到呢個話題，我都自肥做過諮詢，因為我前排開始做 gym 啦。咁我見坊間啲人講呢，可能一個食飯嘅時候有個 flow 係飲水先，再食菜，再食呢樣嗰樣，係咪一個真係咁for 吸收蛋白質或者 for 健康飲食嘅一個formula 嚟嘅呢？係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我相信都係一個對，尤其是對血糖有高血糖嘅人都好有幫助啦。因為頭先你都話飲咗水先，跟住菜，跟住蛋白質，最後先食飯啊嘛，都係有助去穩定嗰個血糖啦，同埋幫你增加嗰個飽腹感，咁就可以令你控制翻你嗰餐嗰個食量啦，咁就防止你去攝取過多嘅卡路里咯。大家 mark 低佢啦呢方面。香港人如果唔出街食就帶飯啦，咁帶飯事不然係要入微波爐要翻叮啦。咁到底微波爐叮熱嘢，甚至乎有啲坊間微波爐叮完先食得嘅嘢，會唔會真係可能對癌症或者對康復係有一個唔好嘅影響嘅呢？其實就唔會嘅，因為我知好多網傳都話咩微波爐會係啦，即係致癌嘅，但係其實呢啲都係冇實質又話啲咩科學研究係證實到係會致癌，因為微波爐嘅即係佢用嘅係無線電波啦，佢嘅原理係令食物入邊嘅水分子摩擦去產生嗰個熱力，所以其實佢係唔會產生呢個致癌物嘅。至於點解會有呢個迷思，即係多數都係因為佢可能你微波爐叮嘅嗰個容器啊，或者你保存嗰個食物嘅方法係唔啱，即係或者保存嘅溫度係唔啱，所以先會提升咗呢個致癌嘅機會咯。即係最好就會建議可能用翻玻璃啊、陶瓷嘅容器就會比較安全咯。所以原來微波爐翻叮係唔會令人生 cancer 嘅，但係最緊要係保存食物嘅溫度啦，同埋嗰個器皿係咪適合做一個擺喺微波爐度嘅器皿。無論我諗外國香港都好興嘅就係全素或者就係食齋。到底呢樣嘢即係對我嚟講可能唔係咁均衡飲食喎。其實對一個康復者嚟講係咪一個好嘅飲食嘅習慣呢？咁其實呢，全素好多研究都話食翻多樣化嘅植物性食物係有助幫減低呢個癌症發病率啦，但係全素嗰方面呢，其實就喺營養學嗰方面，如果尤其是針對癌症康復者呢，喺冇專業人士嘅監控下，如果長期食全素都好容易造成呢個營養素缺乏啊嘅風險嘅。因為其實有邊幾種風險呢？主要係蛋白質嗰個品質啊同吸收率呢都係唔夠動物性高嘅。即係譬如因為癌症康復期身體係需要大量嘅完全蛋白質啦，去修復呢個組織同埋提升呢個免疫力嘅。咁動物性蛋白質嘅氨基酸組合呢，其實係最符合人體嘅需求，而植物性蛋白質呢，其實普遍都缺乏咗一啲必需氨基酸。而且佢哋嘅人體吸收率都係低啲，加上除咗蛋白質之外啦，都全素人士最容易缺乏嘅營養係維他命 B12 啦，因為維他命 B12係淨係喺動物性食物係揾到嘅，而且佢哋係維持神經系統健康好重要嘅營養素啦。長期全素者咧，如果冇額外補充，都好容易引致呢個貧血啦，同埋另外一樣都係好重要，就係個鐵質啦，因為植物性食物中嘅鐵質係屬於呢個非血紅素鐵啦，人體吸收率都係比動物性嘅鐵質少嘅，所以我會建議呢，即係個食物入邊以植物為主，會比全素更加實際啦，即係可能蛋奶素會好過齋全素齋食菜咁樣咯，咁樣就會可以確保你嘅營養會均衡啲，同埋食到足夠嘅營養。終於明點解幼稚園就要教均衡飲食，因為呢樣嘢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啱啱有提到啦，無論係做 gym 人士定係可能癌症康復者，其實都可以容許有 cheat day 嘅。咁你話喺你
喺你個人嘅建議底下，到底食得開心重要啊，定食得健康重要呢？我會覺得兩樣都重要，即係要有個 balance 咯。即係我會即係通常建議人哋係有一個8:2法則嘅，因為如果你長期食得太健康，即係可能長期都好清淡啊，咁樣太極端，咁你其實個心理都會有啲壓力，即係就未必。如果同時間你長期食緊好單一嘅食物啊，咁你營養個攝取都唔夠呢個均衡嘅。咁相反，我覺得你可能我會鼓勵人哋80%去維持即係高質量嘅原型食物啦，同埋高纖飲食，反而留翻20%俾即係嘅彈性空間俾自己去享受自己想食嘅嘢，咁樣先可以維持到呢個均衡多元嘅飲食。因為你其實食得開心都可以提升你嗰個食慾啦，尤其是癌症康復者，即係有食慾都好緊要噶嘛，咁樣先可以確保你係食得夠你嗰個熱量，咁樣就會重要過你追求100分嘅好極端嘅健康飲食。太好 Anthony 你真係一個好好嘅營養師。我 exactly 就係前排自己減脂用 AI， 跟住佢建議我食啲咩噶嘛。哇！淨係食雞胸啦，食菜啦，跟住食咗2個禮拜，食到個人都有啲抑鬱，即係睇啲 reels 咧都覺得算啦，我冇機會食噶啦，唔好睇，食到勁唔開心。我覺得呢個8:2法則係好值得我同埋好值得大家去參考。作為營養師啦，咁應該好多人揾你諮詢噶啦。咁頭先都有講過，坊間好多人用咗一啲自己執行嘅療法，或者盲目相信網上跟風咁樣做啦。有冇遇過啲情況係佢哋改變咗自己嘅飲食，從而令到可能病情惡化咗，或者係賴咗嘢啦咁樣呢？其實都有嘅，即係有啲係真係好極端咁樣去相信咗網上嗰啲食療啊，咁就可能佢哋就覺得要100%食得好健康，咁就慢慢就 develop 咗一個可能有少少厭食症嘅傾向啦。咁同時間都令到佢哋有好多唔同嘅 symptoms， 即係可能個經期就亂晒，又係咁甩頭髮啊，肌肉都流失咗好多，同埋體重都跌咗好多嘅，因為佢哋就太過極端去 follow 啲網上嘅食療啊，咁就唔同，即係以為咁樣會幫到自己，但係其實冇諗過佢哋就忽略咗要攝取唔同營養嘅重要性。咁其實都係會影到佢哋除咗身體嗰方面有負面嘅影響，心理上都有好大嘅影響，所以佢哋都需要好耐嘅時間先可以去recover 翻。所以即係如果大家有一個好有目標性，所以如果大家有個好有目標，好需要更改一個正常飲食習慣嘅方向，其實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去做諮詢啦。如果要你俾一個建議啦，一啲而家嘅後生仔，可能佢哋嘅飲食習慣、生活習慣都唔係特別好，但係都好擔心自己會唔會唔好彩生 cancer 或者有大病啊？你會俾一個咩嘅建議佢哋呢？都好多嘅，因為我知而家年輕人都普遍係捱夜多啦，即係同埋好多年輕人都可能會覺得年輕就有本錢可以任食，係啦，但係呢啲嘢即係癌症呢啲都唔係話即係突然發生嘅，即係都係呢啲係長年累積翻嚟啦。即係好多慢性發炎啊，都係因為你食上去導致咁樣，加上捱夜啦，都係一啲傷身。係啦，捱夜係真係一個好傷身嘅習慣，因為佢長期會嚴重干擾咗你嘅生理時鐘啦，同時間佢都會令個身體入邊陷入呢個慢性嘅發炎狀態。一個健康嘅飲食習慣，即係譬如可能每個禮拜飲少一杯珍珠奶茶啊，或者瞓覺就可能早15分鐘或者半個鐘瞓，慢慢去一步一步咁去培養一個健康習慣咯。因為其實呢啲都係慢慢去累積，如果每日去培養一啲健康嘅習慣，咁其實隨住年紀大都會有呢個幫助。呢個均衡飲食、適量嘅運動、早睡早起，真係我哋要做一個健康人生嘅第一步。咁當然啦 Natalie 都有講 cheat day 係容許嘅，但我哋要需要自己去好好咁 balance 呢件事啦。咁你嘅飲食習慣其實係點樣嘅？
我係拆解營養師嘅飲食習慣，唔正常㗎，我太健康啦，我成日俾啲人話。真係㗎。係啊，即係好似你咁雞胸、 OK，雞胸番薯咁樣咯，每日，係因為我都有做 gym 嘅。三餐都係。啊咁唔係 OK，咁啊冇，即係可能晏晝一個三文治啊，跟住使唔使全夜晚麥包嘅三文治？啊係咯。哦咁我都經歷過呢個狀唔係，咁即係我慣咗嘅，即係慣咗呢個飲食狀況。跟住朝早可能麥皮啊，咁樣就好健康。係咪聽落去都唔好唔係開胃？係即刻厭食食講笑。咁啊唔係，即係都會即係即係自己應該話自己食嘅話就盡量健康啲，出街食就唔會點嚟嘅。但係你作為營養師，你冇好即係好似啲人做 gym 咧，佢會 in body，跟住計好晒所有嘢，跟住點樣攝取啦。你有冇話你係點樣監測自己，定都係我有㗎專業已經控制得好好啦？我每日都要計自己食幾多，即係要食夠咯。因為我做 gym 我係想增肌嘅，咁都要 make sure 我食夠呢個蛋白質同碳水，所以都好難可以話亂食嘢咯。因為我嘅目標係都想增肌，你都冇理由食太多太肥膩嘅嘢嘛，所以都我幾嚴謹㗎，即係對於自己嘅飲食。但對於坊間嗰啲 super food 咧，你即係當你聽到啦，你係有咩諗法㗎？你定係你都有個心態，其實我係咪都可以試下咧？有冇呢啲想法 super food 例如咧，即係可能係牛油果啊、羽衣甘藍啊，即係嗰啲一定係健康啊，但係咪去到咁 super 咧？咁喺你嘅角度，你聽翻嚟嘅時候，你會點樣睇呢件事咧？唔係咁，我都會鼓勵人去食嘅，即係始終佢哋係真係健康都同埋係好多抗氧化、抗炎嘅成分，但係唔會建議佢哋即係可能日日即係以為即係佢係 super，但唔代表你日日都要淨係食嗰樣嘢咯。唔可以即係倒明晒。係啊，冇錯啊。跟住我話特別啲咩元素嘅營養補充物係可能更加適合康復者去食嘅？普遍嘅都市人都係唔夠呢個維他命 D 嘅，因為維他命 D 喺飲係啊曬太陽，但係你唔係好多人都真係會特登走出去曬，仲要係曬即係起碼15分鐘啦，同埋因為你搽咗防曬，其實都係吸收唔到嘅，所以同埋你飲食中都好難去攝取到呢個維他命 D， 所以都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多人都需要去食。即係無論係食物又好，係營養補濕性物都好啦，都係因人而異，爭嗰樣先去食多啲嗰樣嘢。係啦，即係好難去話呢個要適合所有人咁。明白。如果你都想知道喺治療期間喺康復途中點樣去補充營養，都歡迎 comment 問我哋。我哋下一集與癌同行再見啦。